網上購物近年經已成為熱潮，甚至係好多人每日生活嘅習慣。隨住全世界嘅網購平台越嚟越成熟，手機上網又咁方便，真係去到邊都可以 shopping。上網 click 兩 click， 格下價，得咗，轉個頭，心頭好就可以送到上門。有人話呢股熱潮直逼傳統零售業，唔順應潮流，分分鐘俾人勾走。雖然香港受惠於自由行，大旺商鋪商場零售業，但係電子交易似乎都係大勢所趨。睇返內地啱啱過去嘅雙11光棍節，網購單日總成交額就已經錄得破紀錄嘅350億人民幣。網購咁方便，唔使落街就買到嘢，就梗係個個都 buy 啦。但亦都有人話呢種足不出戶嘅宅經濟消費模式，可能會少咗同屋企人行商場嘅樂趣。喺科技新時代之下，個個都有機會成為網購一族。傳統零售業又點同網購競爭同融合呢？各位觀眾有理冇理，即刻打嚟，周日不講理。歡迎收睇周日不講理。今日咧，我哋傾下咧網購呢一個大議題。點話大議題咧？喺過去嘅11月11日4條1嘅光棍節咧，中國大陸或者喺個網購上邊咧係做咗350億人民幣嘅生意。咁啊，哇！好多人先至赫然發現，原來網購一盤咁大嘅生意。不過咁。其實過去嗰幾年咧，喺網購上邊咧係密，好多人賺到錢啦。好啦，今日我哋請到咧嚟嘅嘉賓咧就係有網購平台創辦人同埋董事 Angel。Hello。仲有廣告營銷專欄作家徐源。Hello。仲有我拍檔蔡展祥 Notice。大家好。好啦，頭先咧我哋喺開咪之前咧就聽到阿徐源講咧，其實密咧好多品牌或者冇品牌。係包裝咗喺網上邊咧，係做咗億聲嘅生意喎。係啊，我以我理解咧，其實喺國內咧有好多公司做啲叫淘品牌，嗰啲品牌咧係專係做俾淘寶去賣嘅，就其他 channel 買唔到嘅。咁呢啲淘品牌咧，可能係國內某間公司、某間廠自己生產。咦，今日好似現在兩大超市裏邊咧有啲自家嘅品牌一樣。係啊，咁佢啲包裝咧係可能抄一啲國際品牌。咁啊，抄到好似下嘅，就換咗個名咁樣，咁都出個英文字嘅，咁所以人哋覺得係啲國際品牌嚟嘅。你冇串錯至得喎呢啲。好得意㗎！我知道其中一個品牌咧係暗瘡膏嚟嘅，叫做 Biduk 啊 ，BEDOOK。咁啊點解叫 Biduk咧？因為佢譯咗拔毒，走啲毒素啊嘛。把毒。係啊，拔毒。咁你好睇少佢喎，都成億生意㗎喎。喂，其實係山寨廠出嘅啫喎，係咪啊？又唔敢話人山寨，不過可能咧就唔係啲咩大廠啦，應該。咁而又好有趣嘅。我哋傳統做廣告咧，成日做可能揾到明星啊就拍條片啊，10幾秒、30秒咁樣咯。但係其實咧，呢啲咁嘅品牌咧喺淘寶咧就真係靠網上自己就咁寫一個好似傳銷式咁嘅 profile 咁就。嗱係啦，嗱有呢一類嘅護膚或者化妝品咧，Angel 你會唔會夠膽買嚟用啊？我諗我未必夠膽啦，咁所以就係因為個質素嘅問題咧，點解香港嘅網購都會有個生存空間咯？因為香港始終嗰個質素個保證始終同內地有啲唔同嘅。咁即係佢唔需要代言人添喎，嗬？係啊，慳翻一大筆嘅呢一度。其實講緊成個網絡嘅世界慳嗰個成本，先係代言人係一筆啦，即係好多做生意都知代言人係第一筆先。第二筆咧就到租鋪嗰樣嘢啦，即係譬如 Angel 嗰個平台啦，都係一個平台，就俾好多品牌啦去擺啲生意上去嘅。首先就慳咗個實體經濟，我哋講話慳咗個鋪租嘅成本，請人個成本咧可能都唔使裝得咁靚先，可能一個人由會計到 logistic 到 send 貨一個人就搞晒。但係咧，我就想翻去一個好原始嘅問題。作為一個消費者咧，我就唔係好網購嘅，我就比較懶嘅。除咗咧就係一啲我已經知道嘅品牌，即係已經知，即係我唔會上去特登去一個 shopping mall 度 shopping。即係網上我唔會啦，但我可能就會有一啲牌子我已經知啦，我係去補貨嘅形式咧就會做呢一樣嘢。咁但係呢個我自己嘅消費模式嚟嘅喎，我唔知即係在座我哋可以做個簡單嘅 survey 啦，4份。如果係一個名不經傳嘅品牌咧，我又唔係好知道，即係我純粹睇網上邊嘅文字嘅介紹咧，我信心唔大喎，有少少隔山買牛嗰種感覺狀態，係啊，撞下咁樣。
其實都喺香港嚟講咧，其實都不斷發展緊，因為始終香港嘅人嘅工作模式比較繁忙，你真係可以去行街 shopping 嘅時間已經越嚟越少或者唔多啦。咁所以就好多人都會選擇去網上邊去做購買咯。譬如我哋平台咁，而家都有400幾間嘅時裝店加盟啦，都見到有一定嘅生意額㗎喎。係咁可見可能因為個市場好多 OL 都真係唔係好得閒行街啦，或者 office 度買緊嘢。行公司咧係一種癮嚟嘅。一啲男士，我問埋阿徐源先。我自己就喺網上購物，主要都係買一啲平時唔容易買到嘅。譬如你唔好以為即係樣香港都買到，譬如咧我買個閱讀架咁啦，即係架喺度可以睇到書啦。香港選擇唔多嘅，咁反而我去淘寶咧就會揾到好多唔同類型嘅閱讀架。或者有啲我希望啲工作台可以升高升低嘅咧，就方便我自己有時企喺度做嘢咁就嗰啲咧就原來淘寶買仲多啊！嗱不過咁嗱，我就有一個即係網上購物嘅經驗，咁咧就上一年咧，我個仔咧就我哋去北海道嗰度滑雪，就需要買嗰啲咧嗰啲帽咧，咁就臨急臨忙咧就即係你知香港因為唔係滑雪嘅地方咧，就即係比較少，於是咧就上淘寶網嗰度睇，好多好平。係啊，90幾蚊有一頂，我話嚇90幾蚊咁平嘅，因為我哋即係幾年前咧就買過嘅，去日本一啲嘅Outlet嗰度買咧，即係折合咧都講緊300-400蚊港紙係最平嗰隻喎。咁哇，我梗係買啦嚇，仲係即係送貨到嚟噶嘛，一買翻嚟一睇，因為咧喺網上面已經咧即係佢前後照片嘅啫，嚇你睇唔到個內涵，一翻嚟咧其實咧係一個膠殼。加一個發泡膠，係好多呢啲嘅嚇，咁原來係咁化學嘅一件事咯。用唔用到先？用唔用到一次先？你90幾蚊？嗱，90幾蚊半次真係，因為你趕唔切啦，又實在再去北海道嗰度買咧就相當貴，咁啊頂住先，都打膠殼上。跟住就擺低唔帶翻香港。咦？咁佢係預咗係一次性使用喎呢個。但我懷疑嗰個安全性咯。同埋個可靠性咯，即係呢個係反映出咧就係我哋網上購物嘅時候咧，我真係純粹係冇實物睇啊，係睇照片。但係我諗呢一個情況咧，未必係好延續到落去，因為其實喺內地嗰個網民嘅消費入面咧，有個咁嘅情形，就好多一啲質素唔係咁好啊，有水分嘅廣告啊，其實存在空間係好大嘅。我唔知徐源認唔認同呢一樣嘢？但係個空間應該係隨住應該會有進步㗎，應該係縮細緊㗎。會縮細緊，但係我諗呢個要啲時間。而家仲係好多，我諗大部分喺淘寶買嘢嘅人都曾經試過中招嘅。即係仲可以繼續渾水摸魚。我諗仲有一段時間，因為嗰個即係信用嗰個制度雖然係有喺度啊，即係話一定識揀嘅啦，揀一啲信用狀好啲嘅。咁但係都係仲有好多人去即係試啦，係嘛？仲有好多空間，有啲人未係識玩啦，即係唔係咁多人識睇嗰啲咁嘅 credit rating 㗎嘛。咁呢個咧就變咗好多，我都試過啦，買啲翻嚟之後發覺唔用得嘅。咁其實好多時香港人買咧就預咗有啲要掉嘅。譬如買50件咧，就預咗有20件掉嘅，隨笨有精咁解嘅啫。即係我諗嗰個咁嘅心態，好多都係咁諗嘅。好多都係，尤其是啲我哋啲師奶仔嘅朋友仔咧，就會做呢樣嘢嘅，都係預咗買一大攞翻嚟，唔啱咪抌咯。即係你就覺得買完翻嚟用一次好唔抵，其實好多人預咗係咁。咁但係我又問一問阿 Angel 啦，你哋喺 set up 個平台嘅時候咧，即係見到即係淘寶啊、內地好多呢啲網購嘅即係個平台咧生意咁大，有冇話真係用晒佢哋嘅 concept 去擺落去，定係咧學頭先所講有啲渾水摸魚嘅空間咧？其實你哋反而就避開佢去 establish 自己嗰個 brand 或者自己嗰個水平喺度呢？其實我哋會去 utilize 可能淘寶嘅一啲優點嘅地方啦，去學習啦。但係其實都有好多地方要改善嘅。譬如頭先回應翻你哋頭先講一個品質嗰樣嘢啦，其實香港人做網購係有優勢嘅，因為香港淨係呢個名咧已經俾人感覺係有個質素嘅保證。咁所以我哋會加強香港呢個味道咯。咁而我哋嘅平台就係一個代表香港人嘅時裝平台。咁所以譬如有啲內地嘅客戶啦，或者其他國家嘅客戶咧，就會覺得咦，香港有個保證喎，我哋會加好多香港嘅元素落去咯。譬如我哋有啲香港嘅名人啊，會做啲專訪啊，講下啲買賣嘅心得啊咁樣咯。但係香港其實咧個製造業咧冇嘅，即係淘寶你係售賣物品，或者可能而家有啲 service 就話幫人出氣啊，鬧人都有啦嚇。咁就係如果冇呢個製造，其實香港只不過可能係作為一個中轉站，或者係一個搜集一個貨品嘅一個中介平台嘅啫喎。因為佢係可能周圍揾貨品，然後咧就
組合成一齊，就擺上網上邊嚇，即係幫你去，其實有少少 trading 嗰種意味喺度咯。坦白講咧，係嘅，咁但係咧，因為我哋香港嘅一啲嘅老闆咧，佢會加咗好多味道落個產品上面。同一件事，如果內地人攞同一件貨去包裝成一個好有內地嘅味道，但係香港人咧會將佢譬如 edited pics 啦，即係會揀一啲可能個襯法咧會比較符合香港種 style 嘅。而呢種香港嘅 style 咧，正正就係內地人咧就好嚮往嘅。點解嚟香港買嘢先？得兩個原因嘅啫嘛。一質素保證啦，第二就覺得香港嘅 style 咧就會好啲嘅。咁所以係有呢個空間咯，一個 QC 嘅平台。呢個好重要，我覺得，因為其實就算 even 香港冇自己嘅生產都好啦，佢可能都係攞翻國內貨，只不過咧就用咗香港呢個品牌，其實就有個格渣嘅效應，俾咗個信心佢，俾個信心人哋。因為好多時就係頭先所講，你喺淘寶買好多時可能就中一招，買一啲你唔中意，或者可能質素好似阿權頭先咁講，即係唔同嘅個效果出嚟。咁就你有咗個香港嘅 branding 嗰樣嘢，就係一個即係信心嘅保證啊嘛。咁呢個係一個我覺得未來香港人如果要做喺淘寶生意一個重要嘅方向嚟。好啦，各位，如果你喺網購上邊有啲咩好開心嘅經歷，或者好激氣嘅經歷，或者你點樣睇呢個網購潮流咧？歡迎打電話嚟1831-303，下一節翻嚟再傾。